那接下来第六课呢，就提到说建立种还有别。那什么是种呢？就提到说随行致别的法呢，它是种的一个性相。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种呢，它是一个名相，那它的性相呢，就是随行致别的法。那有质种类的法呢，及别的性相。那同样呢，别呢，它的性相是什么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有质种类的法。那我们讲的简单一点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所片跟能片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举例来说呢，就是以树木来说呢，那树木呢，它是一个种相。那这个种相呢，它就是我们讲的说所片。那它能遍布在什么东西之上呢？它能够遍在就是一切，就是它的种类它能够遍在它的种类之上。那它的种类是什么呢？就提到说像是松树、柏树等等的这些树木类的呢，就是别科的这些树木。那它呢就是属于说能遍在这些树木。能遍在像是松树、柏树之上，所以呢，能遍的呢就是所谓的别相，就是松树、柏树。那所遍的呢就是种的这一个树木。就刚我们讲说树木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种的，所以它是一个所遍。所以呢，种别呢，它就是能遍跟所遍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说种别的时候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在探讨说是性相跟名相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我们会提到说，这个法呢跟这个法的名相，或者说这个法呢跟这个法的性相。那所以同样我们在讨论说这个法的种或是这个法的别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这个法的所片跟这个法的能片。那我们讲的简单一点的话呢，就是以瓶子来说呢，瓶子呢它是一个所片。为什么说瓶子是一个所片呢？因为它片于像是金瓶还有银瓶、铜瓶之上。那片于说瓶子呢，它片于一切的瓶子之上呢，那这个片于的意思就是它虽然是片于金瓶、银瓶、铜瓶之上，那其实它意思就讲说，因为一切无论是你金瓶或是银瓶还是铜瓶呢，它就是瓶子的缘故，所以你会说瓶子呢，它是片于一切的，就是其他别类的这种瓶子之上的缘故呢，所以它是一个所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所片呢，它就是一个种的，就是一个种相。那其余像是金瓶、铜瓶等等呢，它就属于一个别相。所以这边就是讲说他们是所片跟能片的一个关系。那所片呢，就是表示它的范围比较大；那能片呢，就只是说它的范围呢是属于比较小的。在探讨种跟别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其实种相跟别相二者呢，它并不是相违的。就是这边我所讲的，就像是我们以刚刚所讲以瓶子来说举例的话呢，我们提到说瓶子呢它是种相。为什么呢？因为它片于一切的金瓶、银瓶、铜瓶之上呢，所以它是一个种相。那也就是说它是有别相的意思。那同样呢，以瓶子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别相。为什么它也是一个别相呢？因为呢，它是事物的别相，就是呢，事物呢，它也是片于一切，就是像是瓶子啊、普特伽罗啊，然后这些之上，因为这些呢都是属于它的别相，因为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属于事物的缘故呢，所以呢，它们都是属于事物的别相。所以就瓶子而言呢，它本身是个种相，它也是一个别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种别二者呢，它并不是相违的。所以在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说种的性相是什么呢？那种的性相就提到说是随行致别的法。那随行致别的法呢，就是这个致呢就讲说自己，那别呢就提到说它别相的意思。那随行致别的法呢，就是说它片于这些各个别相之上的这个法呢，它就是所谓的一个种相，就是种的一个种的性相呢，就是他自己本身呢是片于其他他自己的他片于这些他自己的别相之上，所以叫做随行自己的别。那这随就是说他片于自己的别相的这个法呢，就是种的一个性相。在藏文里面呢，我们在探讨这个别的时候呢，就是别这个字呢，它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就是称因论事的时候呢，就是它的
能力法呢，我们也是叫做同样的一个字。那我们接着说，就是这边他讲的呢，并不是在指说我们在讲说正念论释里面所提到的能力法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别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呢，它就是一个能骗的东西，就是能骗的法，就是别相的东西。所以呢，就是随行自己。就是能骗的法呢，它就是一个种的性相，所以就要说我们这个种呢，它是能骗于自己的一切别相之上，随行的意思就是骗于的意思，它能够骗于自己能骗的这个就是个别的各自的它的别法，就是别相之上的这个法呢，就是种的一个性相。所以呢，在讲说别呢，就是别相的它的性相的时候呢，它定义的时候呢，就是有志种类的法。那这边呢，其实提到说有志种类的法呢，就是有一个法呢，它是在自己的，就是骗于自己的这个种类，就是自己呢它是所骗在自己之上的这个法，那就讲到说它是一个别相的一个性相，就提到说它有它的所骗，那它的就比如说它个别的法之后，所以它有一个它的所骗，它的一个种类，就是说提到比它还要更上一层的，它是隶属于它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就是属于说别相的这个别的这个性相。虽然说呢，这边提到说有志种类的法呢，它是属于说别的性相，但是就藏文来说呢，光光就是听到说有志种类的法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蛮很难直接从这句话去理解到所谓的别呢是什么东西。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呢，它是属于自己，然后它是就是所骗于自己的这个法。那这个呢，就是别的性相，用这个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呢，有一个所骗的法的时候呢，那这样去理解就比较容易说，哦，它其实是属于某一个种类，或是在某个所骗之下的这个法呢，那它就是属于说别的这个性相。那这样去理解呢，会比较好理解。我们在讲说有志种类的法的时候呢，就算说我们能够透过这一句话呢去了解别相的话呢，但是这一句话它也没有办法显示出说别相呢跟种相之间的关系。就是往往我们在讨论一个就是彼此是有关联的时候呢，像我们在提到说就是像之前所讲的名相呢跟性相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呢，呃。他自己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提到说，名相的性相呢是具备其备假有三法。那什么是假有三法呢？就是提到说他自己呢是作为名相，然后他不做他法的名相，然后他在性相之上成立呢，这个是提到说他是一个性相的一个性相的性相的名相的一个性相，就是名相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呢，那透由这三点呢，我们可以去稍微了解看出名相跟性相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呢，我们在讨论种别的时候呢，也要能够从种跟别的性相里面呢，它的定义里面呢，看出二者的关系。所以光从有志种类的这个法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特别就是从藏文来看的话，没有特别办法去理解到说它其实呢跟种之间呢是有一个关联性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去了解说，哦，当有志种类的这个法呢，就是说有一个是自己他所骗的这个法的时候呢，那这个是别的性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它种相跟别相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处于能骗跟所骗的一种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未定了之总觉直取的方式故，堪以生全之门，可分为类种、异种还有聚种这三者。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总觉就是了知的总觉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下面的小字，就是它的注释的地方呢，就是说以一种为所取境的觉知，就是在提到说，就是我们透由心呢去了知的这个心去了知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这个总相的时候呢，去了解这个总的这个字的时候呢，总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们以生全之门呢，就是可以分类为是类种、异种还有聚种，分为这三种。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就是出者呢与种同义，就是我们这边提到说，它可以分为以生权之门去分的话呢，可以分为是类种、异种还有聚种。那类种呢，它本身跟种两者呢是同义的，所以就如同说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比如说像是松树还有柏树呢，它的种呢，或者说它的类种呢，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它的种或者说它的类种呢，就是提到呢是树。那瓶子呢，它的类种或者说瓶子它的种相呢，或者说瓶子它的类种呢，就是提到说是事物。那也就是说，瓶子呢，它的锁片呢，就是它的锁片呢，或者说它的种相呢，就是我们可以讲到说，就是所谓的事物是它的一个类种，或者说它的种相。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呢所提到的，所以可以提到第一个呢，类种它本身呢跟种二者是同义的。其实对于种别的这一部分呢，为什么这边要先了解到种别？因为之后在释量论呢，会特别探讨到说，佛教徒呢，就是内道徒跟外道之间呢，就是他们会对于说种别呢，做非常非常多的探讨。那特别是像说对于外道的数论派啊，其他这些对他们的宗义来说呢，就是种跟别的这个安立的方式呢，有很大的争议，所以呢，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辩论。那如果说我们在这边对于种跟别呢，没有办法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的话呢，那之后呢，看到释量论这部分的时候呢，会比较吃力。所以在这边呢，要先了解到种跟别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提到说，像是外道的数论派啊，还有说他们的这些一些其他的宗派呢，他们其实在探讨种别的时候呢，其实跟佛教徒探讨的种别呢是有一点类似的，还也主要也是提到说能片跟所片之间的关系。不过在案例上呢，就是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解释。所以呢，就是成立总跟别这一点呢，就是并不仅仅是内道图在安利总跟别，那同时像是刚刚所讲的，像是数论派等等这些外道图呢，他们也是有成立到总别的。那乃至于的时候呢，我们是讲说像是松树呢跟柏树呢，它是属于说它是树的一个别类。那树呢，它本身是松树跟柏树的一个种相。那这一点做这种类似的这种程序方式呢，就是像是外道图他们也是程序的，那就想说我们讲说所知呢，它是一个种相，那它是什么的种相呢？它是像是属于说是长发、无长发、平直等等的这些种相。那这个所知这个种相它的别相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的长、无常、平直等等这一些呢，它是属于它的别相。就这种种别的案例呢，其实外道呢他们也是承许的。那就是对于说名字上面呢，就是大家都同样是案例说这是种跟别的关系。接下来呢，提到说是异种的部分。那这个异种呢，就是我们之前有时候会翻译到说像是异共相，那其实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异种跟异共相呢是一样的意思。那这边就提到说呢，瓶子的异种的一个性相，就提到说实非宝瓶。蓝指宝瓶分别中显现是宝瓶的真异分呢，它即是宝瓶异种的性相。那这句话呢，所讲的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瓶子，但是我们在指示瓶子的这个分别心呢，它显示出呢类似瓶子的这个增益分呢，那它就是瓶子的一种的性相，那也就是瓶子它异共相的一个性相。那这边所讲的呢，就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平常呢，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在直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这边讲说直品的这个分别心。直瓶的分别心呢，就是我们以前呢有看过瓶子，就是有看到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以前见过它。那后来我们就想起说，哦，我在想到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的形象或者说它的样貌呢，就是现在这个分别心里面。那这个分别心现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会想说，哦，我脑袋里面所现起的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形象呢，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宝瓶，但是我会把它视为是宝瓶。
那增益分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这个东西，但是你把它指为这个东西，所以才例如说它实际上呢，并非是平质，但是在即时平质的分别心中的显现呢，你是把它看作视为平质的这种增益呢，那它就是平质的异共相，或是平质的异种。就以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星期天呢是假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会去想说，就是我平常呢在上班的时候呢，在我办公室里面，那我所办公的这个桌子跟椅子，那虽然说我现在本人呢并不在办公室里面，我是坐在自己的房间，但是呢，我却可以清晰的想起来说，我平时呢在办公的时候呢，那我所办公的这一张桌子呢，我在办公室里面的这一张桌子呢，它是长得什么样子，就现起来的这个。我现在脑海里面呢，就大家去说我平常在办公的时候，我所使用的这张桌子。那你在想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起来这张桌子呢，它的颜色、它的形状，然后想说，哦，我平常就在这个桌子上面去办公的。那为什么说这边所现起的这个影像呢，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呢，它并不是真正的你在办公室里面的这个桌子呢？因为现在你是在家里面，那你在家里面所坐的这个地方。并不会有办公室，也并不会有办公室的桌子，但是你却自然而然的能够现起在你办公室里面所办公的这个桌子，它的各种的特征，它的颜色啊、形状等等。那你所现起来的这个形象呢，它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显现出来的呢，它就是办公室的这个桌子的增益分。那么它本身呢，并不是你办公室的桌子，但是你会觉得说，它就是其实跟你办公室里面那个桌子呢是类似的，所以就提到说，它其实并非是你办公桌，但是呢，我们在值这个办公桌的分别呢，它所显出来类似办公桌的这个增益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办公桌它的异种或者说是异共相。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可以去类推像是住址的异种，或是办公室的异种。就想说，我们去想要说平时办公的地方呢，那平常我的办公室呢，它在这边呢有窗户，那它呢走道呢是要这样去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呢，就是我脑海之中呢，自然而然会现起这样子的景象。那虽然说我所现起来的这个景象呢，就显现出来的这个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办公室，但是其实呢，我们的办公室的这个分别心呢，会把它就是支持为说，哦，现在我想的就是我的办公室，我们会去这样子认为。所以呢，就是提到说它实非办公室，但是我们其实办公室分别所显现出来，就是类似办公室的这个增益分呢，就是办公室它的异种的这个性象。那同样呢，无论是像是住址或是任何东西，我们所显出来的这个影像，它本身并不会是真正的住址或是真正的办公室。但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就是说，哦，这个我在想办公室的时候，觉得说，哦，这就是我的办公室。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这种增益分去执着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所现起来的这个值这个东西的分别呢，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相似这个东西的增益分呢，就是这个东西的异共相，或者说这个东西的异种。所以下面呢就提到说，例如呢，就是指宝瓶分别中所现的宝瓶相。那其实这个就很明显的告诉说，就是我们只是凭着这个分别心呢，它所现出来的这个宝瓶相呢，就是所谓的宝瓶它的一个异种。因为有时候我们光讲说呢，就是指分别心的显现的时候呢，有时候还搞不清楚说，那它显现的是什么东西？那其实就是说，只是它的这个分别心呢，你所显出来的这个相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异种。接下来呢，就提到说，有许多部分集成的出色呢，就是剧种的性象。那有许多部分集成的这个出色，那主要是说透有8种事物，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像是地水火风所四大有这些各种的部分呢，所集起来的这个出色。那出色是什么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根式呢所能显现的这种出的这种色法，就是凡是我们的眼根式或是鼻根式、耳根式呢所能够直取到的这些出的这种色法呢，就是所谓的具种。所以具种它的性象呢，就提到说是有许多的部分呢所集成的这种出色，就是由我们的根式呢，我们的
根式所能够显现出来的这一种色法呢，就是所谓的出色法。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是具种，它的性相呢就是这个。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具种呢，它就譬如说像是宝瓶或是柱子等这些出分的色法，因为它就是我们根式呢所能够感知到、所能够现见的呢，就是所谓的出色。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就是种别之间的关系。那这里就讲到说，所知为有法，是事物的种，因事物是耳之别故。那这句话呢，就是提到说呢，所知为有法，就是说你把所知呢，它当作是一个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东西，就是所知有法。那所知呢，它是事物的这个种，就是我们有法，也就是通常讲说，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就是特别以它做一个事例，或者说以它做一个案例，就提到说，所知这个东西呢，你应该是事物的种，就是你是事物的种相。为什么呢？因为事物呢是耳之别故，因为事物呢是你，就是这个你指的是所知，就是事物呢它是所知的别相。那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所知有法，它是事物的所骗，因为呢事物是所知的能骗的缘故。那我们这样去了解呢，就比较容易清楚了解到就是种相跟别相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接下来呢，就是去探讨到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提到说，事物为有法，而理不应是所知的别。如果是的话呢，请举出别的规则。那就提到说呢，上面呢我们刚刚讲到说，所知以所知来探讨的话呢，那事物呢它应该是所知的一个所知的这个别相。那这边接下来就更深入的探讨到说，就是那我们以事物为有法，就是我们来探讨事物的话呢，就是事物有法，就是事物呢你应该不是所知的别，因为如果说你是所知的别呢，那请讲述出别的规则。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像是数论派等这些外道呢，他们也是成立种别的，那就是名词安立的方式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在安立的方法呢却是不同的。那这边就提到说，那对于佛教徒来说呢，那这边别呢为什么要把它安立为别呢？那接下来就探讨到说，事物有法，而理应是所知的别。那这就是我们在反说，那事物呢，我们以事物来探讨事物的话呢，那事物呢它应该要是所知的别相。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耳是所知，就是提到第一个事物呢它要是所知，就是刚刚提到呢我们所提到就是所骗跟能骗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提到说呢，就是那这边所讲的所知呢，它就是所骗，那事物是它别相的缘故呢，所以事物是能骗。所以我们把种骗跟能骗放进去的话呢，就是事物是有法，那事物呢，你应该是所知的能骗。为什么是能骗呢？因为第一个呢，你就是所知的缘故。你是所知的缘故呢？你为什么说他要是能骗呢？就是因为他一定是在所知之下嘛，所以无论任何的东西呢，它都要能骗是所知。你无论是任何的事物呢，它都要能骗是所知的缘故，所以就提到说你一定要是所知，那这样子所知才有办法骗在你这个所有的事物之上。所以提到第一个呢，你一定要是所知，就是提到第一个观点，就是你能够成立事物呢，它是所知别相的原因呢，第一点呢，就是你本身一定要是所知。那所以同样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是，所知呢，它也是一个所知，它也是瓶子的一个种相。为什么呢？它为什么是说它是瓶子的所骗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我这件衣服呢，它充满了臭味，就是表示这个臭味呢，它其实遍布在我所有衣服，我衣服呢就是充沛的这种臭味，或者说这个香味呢，它遍于，就是这个香味呢，它遍于我的全身，就是我的全身呢都是充满了这种香香的味道。那所以就是提到说，这边讲到说，你呢，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所骗的话呢，那这个东西你就要会是这个东西，因为呢，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呢遍覆在你这个东西之上。所以呢，你第一个提到说你是这个东西的
别项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会是这个东西。那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的话呢，也是可以的。第二个符合的条件呢，就是尔与所知是同体相属，就提到事物跟所知二者呢，它是同体相属。那什么叫说是同体相属呢？就是它本身是体性一的，就是事物与所知二者是体性一的，就是它们二者的体性呢是一样的缘故，所以提到说它们两个是同体相属。那第三个呢，就是有许多非尔又是所知的同位故，就是提到第三个就讲说有许多呢。就是有许多呢，有许多不是事物，但是又是所知的东西。那我们如果用瓶子来解释的话呢，会比较好解释。就是比如说是我们提到说，有许多不是事物，但是又是所知的东西。那比如说像是长发啊等等这些，它本身呢并不是事物，但是呢它又是所知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案例说，事物呢，它是所知的别。那为什么说要有不是你，然后又是所知的同位呢？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能片跟所片的一个关系，所以你是能片是比较小的，就是除了你之外呢，还有是其他的属于这个所片的物品。那如果说你能片跟所片大小，就是它的范围本身是一样的话呢，那它本身就没有一个能片跟所片的关系，所以所片呢一定是比较大的，那能片一定是比较小的。那既然你是比较小的缘故呢，就是除了你之外呢，还是要有其他东西是属于这个所片的，就是还有其他东西呢是要属于这个总项的东西，那你才能够去安利。所以呢，这边我们提到说，就是提到第一点呢，你是这个所片，那你呢跟这个所片呢是同体相属的。那除了你之外呢，又有其他属于这个所片的东西，所以呢，你就会变为说这个所片的一个别项，或是这个所片的一个能片。那所以它本身呢，就是属于一个所片跟能片的关系。接下来就提到说，名相是比，性相也是比故。那这边的比呢，就是提到说，名相呢，它自己是属于总相，也是别相。那所以同样的呢，性相呢，它也是属于总相，也是别相。那我们以性相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以名相来说的话，那名相呢，它为什么是属于总相呢？因为它有别相。那名相的别相，就比如说像是平时等等。那名相它本身呢，也是属于一个别，它也是属于一个别相。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总相，它的总相呢，就是像所知等等呢，就是它的总相。所以名相它本身是一个总相，那也是一个别相。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像性相呢，也是同样的缘故，性相它本身呢，也是一个总相，那它也是一个别相。那性相呢，它为什么是总相呢？因为它有它的别相，像是刹那性啊等等，这些呢就是性相的别相。那性相的别相，所以性相它是一个总相。那性相呢，它本身呢为什么是一个别相呢？因为它有它的总相。那它的总相呢，就像是所知等等呢，那它也是所知的这一些别相的缘故，所以它本身又是总相又是别相。那所以呢，这边就接下来就提到说，当以有无具备三个规则的方式呢，应用于总别与总的总别的别等，然后加上二三乃至无数层呢，然后透由此呢去探讨就是总别之间的关系。这边就是有问到的问题说，就是无我与所知的范围不一样大，那有总别的关系吗？那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在辩论场里面呢，就是常常来做探讨的。就是我们在讲说大小的时候呢，就是无我跟所知呢，它是否是相等的呢？当然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无我呢，它是无我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是所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辩论的题目产生。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无我呢跟所知二者呢，它一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大小。因为如果说它们两个是同等范围的话呢，那只要是无我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所知。但是我们知道呢，是无我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是所知。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无我跟所知呢，它并不是同等大小的范围。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去安利说一个东西是无我，但是不是所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放什么呢？就比如说是放说像是兔子脚，或者是说是放空中花、虚空花这种东西。但是呢，你虽然放了它之后呢，那就说它是无我，但是不是所知。那你这样去放的时候，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放说它是一个所知，它是一个所知的同位。为什么是所知的同位？因为它不存在的缘故，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举例出来。就是你要放出一个就是许多非尔又是这个东西的同位的时候呢，你是放不出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它本身不存在啊。它既然不存在的话，那你不能说是一个所知的同位啊。所以呢，在做辩论的时候呢，就会做到这样子的问答，像是兔子脚或是虚空花等等呢。那它既然是无我的话，它又不是所知。那我们会说，那是无我跟是所知的这个东西呢，你要怎么去安利的时候呢？那它就会回到说是，它会回到说像是虚空花或是兔子脚。但是这种东西呢，它又不存在的缘故，所以他们就会产生疑惑说，那这样子呢，它是不是因为它就没有一个范围的大小？因为这种东西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安利的。